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期貨浪人啊，歡迎翻嚟今日267次每週和你傾啊。好啦，今個禮拜啦，今日即係市場咧就出現咗幾個即係重要嘅變化啦。咁啊就係困擾住市場咧嗰個恐慌嘅情緒嘅，咁開始有降溫嘅跡象啊。咁啊，港股開始亦都有止跌反彈情況啦，黃金亦都有收復失地，咁道指唔使講啊，繼續挑戰新高啦。而納指咧亦都係繼續喺高位度徘徊嘅。不過究竟係咪真轉勢咧，定係一次性技術性反彈咧？今日我會同大家去分析下港股啦、道黃金啦、美股啦，睇埋下個禮拜點樣部署啊！咁我哋先睇翻市場點解突然之間有改善先。咁重點有兩樣嘢嘅，第一啦就係個地緣政治咧就開始有降溫情況出現啊。第二咧就係啱啱過去星期四啦，美國公佈咗美國嘅非農數據，令到個市場咧對加息嗰個預期咧開始亦都降溫嘅，係啊。咁啊重點係呢兩個啦，咁啊我哋先講翻港期先啦。咁啊港股終於都打破咗連續幾個星期嘅下降通道㗎啦，由6月15號嘅25,032點啦，一直跌到落去6月26號嘅22,520點啦，累積嘅跌幅咧超過2,500點嘅，係啊。不過啦，啱喺上個星期翻嚟嘅第一日啦，其實已經出現咗一個好重要嘅信號，就係個下降個通道咧就已經被破壞咗㗎啦。而雖然咧中間係有回吐嘅，咁但係咧好大分水咧就係22,647咧，叫做一直都叫做守住啦咁樣，而且亦都逐步咧佢建立翻個反彈嘅通道出現嘅，係啊。不過啦，仍然咧即係嘅反彈咧，亦都係受制於啦23,281至到23,468啦，呢個重要嘅阻力區啦咁樣。咁呢個位置亦都係今轉咧6月咧月中嘅下跌浪嘅近住黃金比率嘅0.382嘅附近嚟嘅，咁亦都出現咗壓力，其實都係屬於正常嘅。咁啊，再睇埋個中線走勢啦。咁啊，上個禮拜一啦，咁其實仍然都仲喺一個熊區入邊嘅，咁但係走勢已經咧其實冇之前咁弱啊。係啊，咁啊直至到星期二啦，叫正式啦，企翻個紅區啦咁就係啊，咁啊星期四放完假翻嚟咧，亦都持續翻嗰個反彈嘅，亦都進入翻嗰個強勢區域嘅，係啊，咁所以啦，講嘅而家我仍然都睇，即係偏向會睇翻佢繼續會反彈先啦咁樣，但係大前提咧就一定要咧就要企穩住呢個23,200點至到23,300點之間，係啊，咁啊如果企得穩嘅話咧，個目標咧就有機會咧就先睇翻啦24,000個關口啦咁樣。係啊，咁啊，我哋講一講下個禮拜嘅幾個關鍵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即係重要支持區咧，就喺22,963啦，至到23,089嘅。係啊，咁呢度咧就會出現一個支持嘅。如果回測成功嘅話，可以守住嘅話，咁咧對後市係有利嘅。咁所以咧個好淡分數我就擺咗喺23,278啦，至到23,531嘅。係啊，咁啊可以突破之上咧就繼續走強嘅。係啊，向上目標啦，先望翻啦23,907啦，之後咧第二個目標就係24,215嘅啦。咁但係要留意住翻啦，後市如果一旦跌穿翻22,963嘅話咧，咁咧就有機會重新再轉翻弱噶啦。咁下面嘅支持啦，先睇第一個啦，就係22,651啦，再落嘅就係22,266嘅啦。咁港期啦就開始見到有反彈啦，但係另外同樣出現咗止跌嘅信號咧嘅市場咧就係黃金啦，係啦，咁啊黃金啦就經歷咗4個禮拜轉弱之後咧，其實喺非農數據咧嘅帶動下啦，咁黃金亦都進入咗呢個反彈嘅，咁由6月17號啦就喺4,382蚊啦，下跌到落去咧3,942啦，更加係做埋今年嘅新低嘅啦，已經係啊，咁啊兩個星期啦，大約咧就跌咗大概440蚊美金左右啦，係啊，咁啊曾經一度咧叫失守咗4,000蚊嗰個大關嘅，好在上個禮拜尾咧就叫做啦可以收復翻黃金比率咧嘅0.236啦，同埋0.382嘅位置，係啊，反彈咧亦都逼近翻4,200蚊呢個水平嘅，咁所以啦短線啦我可以繼續仍然會睇好先嘅，咁所以我將個好淡分水咧就擺咗喺呢個4,164至到4,224嘅，係啊，如果突破埋嘅話咧，咁啊目標啦就可以即係如果突破埋4,268啦，咁可以進一步挑戰啊個重要阻力區域位置就係4,314至到4,342嘅，係啊，咁若果下個禮拜咧，假設下個禮拜失守咗嘅話咧，
失守咗4164㗎啦，咁就有機會咧先做翻個整固先啦咁樣。下面咧個支持位置咧就係望翻4090啦，第二目標係4032嘅。好啦，今日之後講道指啦，咁啊道指方面啦，即係表現繼續強勢啦咁樣，咁啊資金即係從科技股咧就向外咧嘅流翻去個傳統嘅藍籌股度嘅，咁啊指數咧亦都嘗試即係試過啦，就係53,400點呢個關口嘅，亦都挑戰個歷史新高嘅位置。咁短時嚟講，即係暫時都係唔好估頂住啦，咁就咁啊，所以即係將個好淡分水，我先擺喺個52,940至到53,354先，咁啊亦都企穩之上嘅話咧，唔使講咁多啦，繼續挑戰新高噶啦，目標啦，先望翻啦53,772啦，之後咧就係54,215嘅，咁但係如果跌穿咗好大個分水個底部嘅話咧，咁初步有機會咧就要進入翻一個調整啦，叫調整先呀。咁啊，下方嘅支持咧就係52,433啦，第二目標係52,061嘅。咁但係要留意住啊，52,000係一個短期嘅支持位置。若果未人失守嘅話咧，都暫時都唔好睇得過分淡住嘅，係啊。咁啊，啱啱睇咗3個市場啦，個表現其實都唔錯嘅，但係納指相對地咧就比較波動啦咁樣，因為受到呢個韓國高槓桿嘅 ETF 嘅產品嘅影響啦，納指在上一個星期都叫做有少少走弱啦咁樣，失守咗3萬點嘅關口咁啊上個星期初啦，雖然係出現咗有反彈上翻去30,500點呢個水平，但係之後傳出咧個市場傳出啦 ，Meta 咧計劃出售啦剩餘嘅算力即係 AI 嗰啲算力令到市場咧都懷疑咧 AI 個市場咧係咪投資過剩咧咁樣，咁令到啲科技股都大跌嘅，咁啊亦都拉低咗指數啦，一度咧係跌到落去咧就係29,300點呢個水平度㗎，咁啊叫期油啦，咁啊非農數據啦，就令到即係個加息嗰個預期咧就調低咗啦咁樣，咁啊有利科技股嘅表現翻啦，咁啊所以指數咧即係納指咧叫重上翻3萬點嘅關口，咁所以繼續都係叫做喺高位度動盪啦，即係高位震盪咁啊下個禮拜啦，咁我將個好淡分水咧就擺咗29,743啦，至到30,085啊，30,085啊，咁啊向上目標啦，我先望翻第一個啦，就係即係30,501啦，30,501啦，然後再望就係30,711嘅，咁啊短期內咧，其實納指嗰個3萬點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嚟㗎，仍然咧都係睇好啦，即係企穩之上仍然都係睇好嘅，但係一旦失守嘅個好大分水底部嘅話咧，咁咧走勢就會繼續轉弱㗎啦，咁啊下市咧就要望翻29,464啦，第二個目標就係29,190呢個支持位置嘅，好，咁啊，今日分析就咁多啦，咁啊，記得喜歡呢條片，記得嘅 like 我哋啦，然後俾你嘅支持就係我同我團隊嘅動力噶啦。好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係咁，拜拜。